打死我这远方来的客吧！来，都说，你们这些商人是不是不会别的呀？就会躺在地上装死啊？装死？我这是求死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干嘛？你不能打死我！我是子豪兄的朋友，没有见到子豪兄的面，我是死了也不会瞑目的。呸！是朋友，你还在这个时候来我家勒索啊？朋友归朋友，生意那是一分一毫都不能差的。我记得你们中途人士司马迁写的《史记》里，曾经有一个《火之列传》里说过。行了行了，你一个汉语都不会说的家伙，还跟我这谈《史记》啊？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不要动手！你干什么？住手，阿女！你们都干嘛呢？还不拦着他？你看，夫人，哎呀！夫人，这个人太可气了。大夫人，我拉王毛赞由衷地赞美你。拉王毛赞，好久不见。你不是吐蕃特使吗？怎么又做回老本行了？特使是我的兼差，兴教火治才是我的老本行。大夫人，敢问小侯爷身在何处啊？他不在家，在忙呢。哦，那好吧，就给夫人要吧。啊，这是我与你家订的花露水契约，我已经去这个作坊看过了，那边已经关门了，我要不到货，只好到这里来了。应该的。啊哈哈，给货吧。啊，你也看到了，花露水作坊已经被查封了。我们家自用的花露水只够付你一半，剩下的就真的一瓶都没有了。啊哈，这个情况，刚才二夫人已经给我讲过了。多谢体谅。哎，不体谅，不体谅，一切按照契约来办事情。夫人，你可别听他的，他的按契约办事啊，就是让双倍赔款。双倍赔款的事情我做不了主，得跟账房商量一下。不过我可以先赔付你预付的定金。那怎么行呢？一切妥妥的要按照契约来办事情嘛。双倍赔付真的做不了主，得等家夫回来商量一下。大唐欺负人呀！大唐欺负人！告诉你们，不赔款，今天我就死在这里。好啊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干什么？赔，双倍的赔。子豪兄，子豪兄，好久不见，我想死你了。我看你是想死我的双倍赔款了吧？哎，都想都想。吴账房在，按照契约上的金额如数赔偿。小侯爷，这就叫契约精神。钱可以没有，但信誉必须在。是。那毛断兄，就麻烦你跟胡账房去领一下钱，我还有事，就不奉陪了。大唐好男儿，有气概，有气概呀！夫君，这钱不能赔，这口要是一开，那些等着咱们家赔钱的人就都要来，到时候咱们家就……赔吧，赔。夫君，难道你……难道什么？没事？你是觉得我放弃了吗？就是因为没放弃，所以才要赔。夫君这是何意？我问你，我们王家能有今天的家业，在长安城也算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夫君的才智啊！错，是声誉。如果没有了声誉，就算我再有能力，也很难翻身。夫君，这钱要是一赔出去的话，咱们家就彻底回到从前了。回到从前又怎样？那就从头再来。从前怎么挣到的这份家业，以后就怎么挣回来。我对自己有信心，你呢？夫人，那就去安排吧，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安排，在门口贴上告示，
告诉全长安城的人，想找我王修要账的，尽管来。王修郑重承诺，凡在生意中欠亲朋好友的钱，一律还清。有魄力，真有魄力啊！佩服，真是佩服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又来这儿凑热闹？这是王修王子豪告众人书，告诉大伙儿，他王修欠大伙儿的钱一文不少，绝不赖账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知识改变命运。记一个吧。钱叔，您别哭了，你看这怎么办呀？掏空了，记一个吧，我们侯府被掏空了。要是有二娘子这般功夫，我出门就劫了他，我让他们落井下石。靠干嘛？不一样。从明天开始教你武功，就这样定了。你们俩呀，胡闹！那小侯爷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呢？啊，才护住了咱们侯府的名声。你们两个别在这胡言乱语、胡说八道了。是。掏空了。哎呀 No， 我们是打起来的。契约，听不懂？契约？我们要钱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有的是从大秦来的，有的是从大石来的，管咱家要钱，还没契约，你们有毛病吧你们？哎，等等，我来。Listen to me. No contract, no money. Understand? 不明白呀，他说些什么？不明白你回答个屁呀！没有契约就没有钱。可是他们都拿到了钱，还是很多钱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是唐朝，你想讹人还早了1000多年呢。给我打出去！是。哎，滚蛋！夫人，夫君，什么事啊？几个大秦大石的胡人想要到咱们家来占点便宜，给我打发走了。别担心。还有没有人性啊？我们家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来讹人？如今咱们家是块肥肉，谁见了都想咬一口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咱们也得理解他们。理解他们？那谁来理解我们呀？良心。小侯爷，胡先生，拿着咱们契约的商户还有多少？还有30来户，估计啊，明后天就到了。那现在柜上的钱还够吗？现在还够，如果赔完那30来户商家呀，也就没有什么富裕了。这是要赶尽杀绝的节奏啊！先生，我这儿还有一些私用。哎呀，小侯爷，这不拿着天账吧。谁？二娘子，这是什么？回小侯爷，不知道。我查看。哎，行了，你睡觉吧。换旺财来。是。啊，侯爷，这独孤兄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。
子豪兄，天气不错啊。是不错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呢？这么爱管闲事儿，又有如此好身手，不是独孤兄，还能有谁呢？子豪兄谬赞。独孤兄，这心意，兄弟领了，银子拿回去吧。这个恐怕恕难从命啊，因为这些钱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这是我程兄、秦兄和崔兄我们一起凑的。哦，那就更不能要了，拿回去。自古没有所赠之礼收回的规矩，这是我们送的礼物，怎么能收回呢？独孤兄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管我们的事吗？子豪兄的遭遇我们没有管，我们只是送礼。哎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都是我的家事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在下今日劳累，恕难奉陪，告辞。哎，独孤兄，独孤兄，哎，侯爷，这钱咱收还是不收啊？再推就矫情了，收下吧。不是，我就觉得吧，这几天也没人来找咱家要钱了，也没人捣乱了。我这么冷静的一分析吧，我这心里边就有点不踏实。你觉得呢？我也是。哎，小侯爷，您这要出去啊？不是，是你要出去。哦哦。哎，不对呀，小侯爷，那我能回去吗？你回去啊。哎，得嘞。侯爷，请吩咐。二娘子，有一件不要命的事儿，你敢不敢做？王修有什么消息？按照本宫给他的教训也够了。他要是聪明的话，从此老老实实做人，倒是个可用之才。娘娘，这王修家倒是整得挺惨，但是他在坊间却声誉颇高，人人都能夸上两句。这是为何？这王修严格按照契约赔付了所有商家的货款，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。现在所有大户都等着娘娘生事一过，借钱给他，帮他东山再起。对呀，看来还是我的手软的。去，把许敬宗叫来。是。千寻，娘娘，最近没有你的任务了，就安心待在本宫身边，过2天舒服日子吧。在王修那里苦了你了。娘娘，奴婢不苦。娘娘，臣许敬宗参见。千寻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娘娘，本宫交代一件事情。诺。准备好了吗？走。说声。等等，啊，有人。
千寻，千寻，出来吧，千寻。董事长，千寻，这次关系重大，如果你不想做的话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我说过带董事长进宫，我一定会说到做到。好，那我没别的废话了，走吧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明天许敬宗会找人来定你的罪。定我什么罪？杀头大罪。小侯爷，嘘，别说话。千寻，这晚了什么事儿啊？你这是干嘛呀？董事长夜访娘娘，传出去对娘娘和董事长都不利。此人虽是娘娘心腹，但为避免人多口杂，凭娘娘的作风，一定会杀了他灭口。千寻为了死有人好，只好把他先打晕了。可是你这样不就暴露了吗？本来我们直接进去，你还可以把这事儿推干净啊。千寻自小跟着娘娘，娘娘的大恩无以为报。当初答应带董事长见领娘娘的时候，我就没想着能与此事脱了干系。可是千寻，这人到底……董事长，别说了，你们先进去，稍等我一下。小侯爷，嘘，别说话了。哎呀，走了。娘娘，外面有人求见。这么晚了，谁？王修，王小侯爷。他怎么进来的？千寻死罪，是千寻带他进来的。好，千寻，不枉我养了你这么多年。千寻死罪，罪不可赦。但千寻实在不忍心看着王小侯爷蒙冤受屈，更不忍心看着娘娘被贱人蒙蔽，因此才将王小侯爷带入宫中，面见娘娘。王修呢？既然人来了，就进来吧。臣王修王子豪拜见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王修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夜闯皇宫，你可知道这是灭门抄家的死罪？就算我不闯皇宫，也是死罪难逃啊。此话怎讲？娘娘深谋远虑。当初修主持磨刀改造一事，锻造磨刀的那几个工匠建议我把第一把磨刀供奉在王家祠堂，说是惯例如此。现在想来，是娘娘指派的吧？再加上前几日三国杀兵书血案，我王修也算是坐实了私藏磨刀、里通外国的罪名，难道还不是死罪？王修啊，王修，陛下之前说你机智过人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你明知道本宫可以置你于死地，还要与本宫为敌，简直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娘娘错了，我错了，而且错的有点离谱。你未免也太自大了吧？娘娘要想杀王修，那肯定是易如反掌的。但是，王修真的要是死了，娘娘就要遗憾终生了。此话怎讲？没有王修，娘娘是皇后，以后是皇太后；但有了王修，娘娘就是皇帝。你何来这忤逆之言？如果娘娘不想当皇帝，杀了我便是。就算我有这个打算，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说了，可能你也不信。不见得。好吧，我承认，
我就是来自1400年之后的人，所以这1400年之间的事儿，我基本都了解。你是真不怕死？行吧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会算命。简直一派胡言！我大唐这么多周易名家、占卜奇人，怎么就没人说过本宫会称帝？普通的占卜当然是不行的，要用很多种占卜结合在一起才行。我用的是12星座占卜法、卡特尔16人格轩辕册、塔罗牌、手心手背、猜钢镚，再加石头剪刀布，用了749天才算得出娘娘真的是想当皇帝，而且只有我在才能当得成。这几种占卜法，本宫一种也没有听过。娘娘，您看，您生于武德7年正月23，用12星座推算法，您就是双鱼座，是一个非常特殊、非常有意义的星座。2条鱼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缺一不可。如果一条死了，另外一条也活不长。娘娘是一条鱼，而另一条就是我王修。这些事儿虚无缥缈，本宫怎么知道你是有着先知的本领，还是信口开河？娘娘已经对上官大人动了杀心了吧？上官仪奏请皇上废后，我与他本就不共戴天，这没什么可说。那杀死小公主的真正凶手，我怕娘娘伤心，就不用我说出口了。那日我就看出你知道此事。不过娘娘放心，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绝对不会再有一个人知道。这件事儿就不要再说了，以后也不要再提。对了，本宫问你，你是如何帮助本宫达成心愿？说来也简单，说啊。先放了兰陵公主。放肆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跟本宫谈条件！公主殿下，你还有脸叫我公主？老阉奴！公主殿下骂的是，老身谨记于心啊。皇后派你来干什么？谅他也没有胆量敢杀我兰陵吧？公主乃我大唐长公主，只要公主安分，没有谁会对公主怎么样。公主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和我走吧。去哪？出宫。出宫？不会这么容易吧？在这冷宫把我软禁几天，就什么都不说的放我出去？是放公主出去，只是不送公主回家。那是去的碎叶城。夫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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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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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能。你们就是一群败类、垃圾，吃饭睡觉的猪。今天跟我一起罢课，队长。高二班又出问题了，所有学生现在开始罢课。你们这边强迫的就让我惹祸是吧？小白金孙将何苦啊？你今晚有时间吗？我会在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地方等着你。高二班所有的人都在为你们加油！加油！
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这